歡迎大家收睇戀講馬，一個以戀愛嘅心態嚟分析賽馬嘅節目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嚟到一個全新環節，叫做賽後點燈禮。顧名思義就係我哋分析翻賽後嘅檢討啦。咁就講翻呢個第一場嘅賽事啦。咁就黑卡資訊呢，就係貼好多隻啦，又講好多隻啦。咁我自己就貼一隻啦。咁啊，最後結果呢，大家都知啦。咁呢，就佢第一場就係首先講咗一個叫做連贏三重彩膽。咁連贏三重彩膽呢，佢就貼咗呢個6號嘅威威父子啦。咁我哋可以睇下威威父子最終係跑第幾呢？咁啊，威威父子啊，最後跑第4，咁所以變咗連贏同三重彩膽呢就冇啦。即係除非你買4重彩，咁但係佢講係連贏同埋三重彩嘛。咁今日其實田泰安的確係好多都輸嘅，最叻都係3344，咁所以咁輸咗都冇計啦嚇。佢就貼咗 OK。咁跟住呢，佢就貼咗隻位置 Q 膽，就叫萬事靚。咁啊，萬事靚就睇翻就都跑得近嘅，跑第5。咁但係位置 Q 膽又係1、2、3冇喎。咁如果你買咗又輸啦。咁其實呢兩注嘅話，無論你點樣拖全餐，或者你拖佢講嗰兩隻都係中唔到嘅。咁然後有個好消息就係佢配腳嗰個進優自在就跑第2。咁你信咗呢場報文，咁諗住今日報文大開殺價，咁啊大鑊啦。跟住之後呢，大部分啲熱門啊，好多馬都冇，我哋又冇開工啊。咁啊，進優自在我自己講都話我中意呢隻嘅，咁但係佢攞咗嚟做配腳，咁就冇噶啦，中唔到就中唔到噶啦嚇。咁另外就係佢貼埋隻加飯，咁加飯就好似真係冇埋影，但係就比我一隻叻嘅，因為我就話我就要喺佢咁講咁多馬之中呢，就貼一隻。咁我自己貼嗰隻桃花多啊，咁啊比佢仲遠啊，咁啊冇辦法啦，因為沿途留得比較後啦，咁啊末段去咗外邊，其實有衝勢嘅，但我見臨尾賽未算衝下就收啦，咁所以我諗就算騎進呢，都可能係4455，跟住就留翻下一次啦嚇。咁啊變咗今次呢，我就個題目嘅標題就係攬炒，即係佢又唔中啦，我又唔中啦嚇。咁如果講翻3月份嘅，其實印象中呢，佢好似啲 tips 就未中過，尤其是啲咩雙重彩膽啊、咩膽嗰啲嚇。咁我就上一次開始呢，起碼中咗個落足料啦。咁今次唔中，咁希望下一次好啲。咁睇下邊個先拔頭籌，咁就下一次再見大家。